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32篇8節，我要教導你，指示你當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誡你。我要教導你，指示你當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誡你。神係全知嘅神，你早已知道我哋嘅一切，藉着聖靈嘅感動，使我哋省察，唔要再掩飾隱瞞，而係立志尋求神，真實地向神陳明，承認自己嘅罪。當我哋徹底認罪悔改嘅時候，神嘅赦免就臨到，饒恕一切嘅過犯，使我哋身心靈得着釋放，又恢復神人美好嘅關係。再沒有任何東西能將我哋與神嘅愛隔絕。神親自作我哋嘅良師，使我哋知道當行嘅路。我哋要祈求神賜予受教嘅心，將聖靈嘅勸誡銘記心中，倚靠神，享受與神同行嘅幸福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們。